们的这个主恩呢，教育组的他的脑筋动很快，他就给我们取一个名字，说这不是香油钱哦，他很可爱哈。然后这是什么呢？他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在马太福音在6章33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神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我们。也就是说，简单讲，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讲简单一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管理权，我们不是那么所有者，我们不是那所有权的人。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来献给神。要来奉献给神哈。那从旧约开始呢，第一个有这样献上的哈，就是麦基洗德1/10，所以我们才会有慢慢的现在有人说我们奉献是不是要奉献1/10？我想那是基本而已哈。所以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对所谓的约定奉献，我想或许这个名字取成1/10奉献或许也是可以来表达然后我们来看到奉献的意义它有2个面向，一个是指着人献身在神，奉献自己，以基督为首，为我们的头刚才传道有讲到说，以基督为我们的头，我们要见证来侍奉这位上帝。另外一者是说，我们只献给上帝，分别为圣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奉献这是奉献的意义。那么其实在上帝面前呢，这个奉献包括了什么？所有的什么身心灵，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是学生，我可能没有钱那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可不可以奉献？可以，你可以奉献你的身体、你的心你愿意是就是说，你可以献身来服侍上帝，见证主，你献出你自己的精神、才能、时间所得奉献你怎么样去爱人，这也是奉献好，那我们在这个奉献的意义呢，我们在圣经中有说明了很多。那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呢，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我们重新有重生的机会，所以呢，奉献是简单讲，就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谢跟回应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谢与回应。传道是不是跳太快？没有写完？有没有？没有。如果没写完，举手一下好，我们奉献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在马拉西书3章10节，来，我们来翻来读。谁先翻到？我们来读。马拉基是在旧约第几卷？所以你或许先翻到这个新约，然后倒过来马拉基书3章，快，第10节，传道不算你们要先特别标明的11奉献有没有？好，来，请谁来读？我看到谁翻到了？3章10节，好，请立足。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说的一定会应验，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这边有讲到要将你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神的家以此试试看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你们，倒福气给你们所以这是神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要让我们得福的，不是要害我们的这个命令是要让我们有从神更多的恩典所以还有我们是要承认上帝的主权，在历代志上29章14节，来，历代志上，这一次请谁来读？叶玲，我看你找到了叶玲找到了吗？还没？
历代志上29章14节，好了吗？陈义祥找到了，对不对？好，请大声。29章14节。对。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然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对，就是刚刚传道讲的，万物都从神来的，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我们献给神，而且神还不是说你全部哦，啊，至少1/4啊，我们承认我们所有权是神的。刚刚传道讲就是来自这里，我们只是使用权而已。所以奉献的理由还有什么？回应上帝的恩典啊。哥林多后书8章9节，来。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语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好，加强灵命的成长，这怎么说呢？好，来马太福音6章21节。佩姐，我看你找到了，很努力找。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财宝不想奉献的话你的心也在那里，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让你的灵命来成长的哈。好，那奉献的标准呢？在生命记，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很多了哈。在这个它的内涵就是它有标准。我们来看生命记26章12节。生命记26章12节，请。雨林有吗？没有。好，还有谁呢？好，叶林有了吗？好，请。26章10。对。每逢3年，就是10分取一之年，去完了一切出产的1/10，要分给利未人、不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是，感谢神哈。这边也讲1/10，以前不是用钱是用实际上的实物你看得见。刚才马拉基书刚刚我们也读了3章10节好，所以奉献呢种类可以分一般的奉献跟特别的奉献。在我们的奉献这个报告里面就有约定奉献跟特别的奉献，有为更生团契，有为这个家瓜，为收年，为建筑基金，还有为什么？为明天要发的奖学金。这也是奉献好，这就是特别的奉献。好，所以奉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不是勉强我记得我的小孩听到这个奉献的这个教导他说神要大大赐我奉献1/10，那神可能会另外再给我更多。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小孩那个过年的时候，他们如果领15000有人就会奉献1500。刚刚好1/10，他说神还要再给我更多。那有一个孩子他就很特别，他就说他要奉献2500，为什么？因为他得更多。因为神是加倍嘛，再加倍，加10倍更多倍这样好，所以我们不是为难我们要知道那个奉献的态度是甘心乐意，我们自己要斟酌。如同保罗所说，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来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好，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包括奉献吗？如果有，那我们如何预备奉献呢？如果没有，请想想是什么原因，你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来克服？你或许说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从爸爸妈妈来的。明天有领奖学金的人要注意所以请你领受的神，你就要奉献给神，因为这个要归还给上帝。我们不要去偷取神的啦，讲严重一点是这样那神不会亏待你的啦，真的你应该把神的应该归给上帝，至少1/10，那或许会
你可以更多，但是至少1/10成为基督徒回应神的爱啊。那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好，这个影片呢，表示如果遇见神的大爱，哇，以我们的有限遇到神的无限，哇！他说：“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事，不管我们做多少的事，重要的是我们投入多少的爱。”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或许你会觉得，你好像不会来带敬拜，你好像也不会什么乐器，你好像不能做什么献给神。其实不是从最小的事，我从这里看下去就有看到很多人可能做招待，你只要坐在那边，你愿意忠心就可以。或许你现在还不会带敬拜，不会乐器，你就预备啊，我们暑假就有这样的班啊，你就来报名啊。传到现在也在筹划一个，你说我好像很想像林荣贤这样，现在没有了他，好像少了什么？没关系，你就来当林荣贤啊！我们会有老师来教你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都没关系，它又分3级，你来学就是服事，真的你就来学，来装备自己你或许你也可以来祷告，祷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你不要小看它，好像没有人看得到。神说，你只要祷告，就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就有份。你小小的事情跟神的无限连接，你就变做无限大的事感谢神，这个礼拜发生太多奇妙的事情，不可能受洗的，不可能改变的，在过去这礼拜都改变。医生都觉得没有办法，这个人就应该住院，这个人就应该要吃药，但是没想到他的强迫症就是改变，很妙，就神自己改变，不是我不过是带领他跟神从源头带领他每一天到神的面前，他就是祷告就好了，你就是提名。赦免人最难，这个礼拜传道也经历了一个，经过快1年半，快2年了，神在我们当中行和好的工作，这就是神的爱，就是你愿意用你很小的跟神的这个无限连结吗？你想经历这样吗？如果想，你将自己献上1/10，不一定是钱、时间。今年短宣有人要出力，夏令营要出力，你真的可以，我也可以，因为神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最小的，但神就要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今天我们的101课程到这里说，我们要分小组